清晨，米高哥游荡在广州街头，急需一碗清润的糖水，清一清最近摄入过多的油水；一碗姜撞奶，提神醒脑，也顺便为今天即将到来的硬仗补充能量。米高哥是广东有名的美食家，如今已经很少下厨。此前，他受好友三少所托，为他打造一款能够带着满世界乱跑的盆菜。盆菜是广东一带的传统大菜，山珍海味同处一炉，保留各自口味的同时又相互浸润。上层的花爆蚝参透露着一股金钱的味道，堪称是火锅中的小骄傲。盆菜美味，但繁复琐碎的做法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是实力劝退。粤菜的特点就是用料广博，而且呢，它的随手拈来都可以用。一走进南粤副食市场，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得说一句：打扰了，你能叫上名字的，这里都买不到。米高哥这个月已经是第6次来到这里，三少给出的难题答案就藏在这些外形各异的海鲜里：刺身、光参、黑参、白参、关东参、关西参、海地瓜、猪婆参。这些海参外形样式区别之小，像极了男生眼中的口红色号。米高哥需要准确地判断它们的品种和特点，选出最能经得起折腾的那种。如果做盆菜得唔得？盆菜就靚到不得了啦。係啦，盆菜就好靚，我覺得 OK 嘅。狠货到手，说走就走。爆汁是一锅盆菜的灵魂，一清早已经上锅。牛肉上排筒骨虾、火腿、干贝、蹄膀鸭，丰富的材料带来醇厚的汤底。传统的盆菜会选择用干爆，但这次米高哥细心地选择了三少更喜欢的鲜爆。微微汆水，除去海腥味儿，口感嫩滑 Q 弹，等待爆汁的包裹。花椒已经提前冷水泡发，而同样的泡发程序，海参则离不开葱姜的加持。玉米、花菇、雪菜焯水，板栗、山药则要上锅蒸至软糯。一味广式烧肉，猪皮香脆，猪肉紧实，入锅复炸之后，等待一场与海风的相逢。一通煎炸蒸煮焖卤的操作之后，熬煮了7、8个小时的爆汁可以登场了。将爆汁转移到小锅，慢慢熬成粘稠、发亮、似凝非凝的状态。鲍鱼花椒在似开未开的爆汁中明灭的身影，眼耳鼻舌的多重刺激，绝对让人忘记什么是6根清净，分分钟意志力归零。摆盆的道理很简单，耐煮的素菜垫底儿，吸收自上而下的汤汁，由寡淡变浓郁。惹味的鱼饼、烧肉逐层而上，花爆参贝门面担当，一勺爆汁，上下游走勾连，自成一方天地。一锅上好盆菜的流程原本已经走完，但接下来属于三少的私人定制，还得经历一番严寒。
Hello， 上次你好，上車。所以今次專門喺香港請你翻嚟咧，就試試呢個盆菜啦，你都俾啲意見。我諗我一定係未試過，聽到都流口水啊！这位出生在广东、讲着一口流利粤语的印度人，就是这次任务的委托人三少。几年前吃过米高哥的盆菜后，念念不忘。对于常年游荡在世界各地演艺圈的三少来说，难得来一次广州，时常出现把盆菜打包带走的念头。米高哥也乐得为好友下一番功夫，到处跑，到处试，钻研了几个月。在带三少去到下个场地之前，米高哥觉得两人很有必要先补充一下热量。广东人把蛇火锅叫做打蛇窝，蛇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混得最惨的地方叫阳城。蛇骨和洋山鸡打造的汤底是涮蛇的不二选择。蛇肉改花刀微微汆烫，连皮带肉在姜蒜蓉的加持下，是一份独属少数人的粗犷和狂野。蛇肉蛇汤吃了个爽之后，两人带着御寒的底气来到冰库。40多度的温差，仿佛瞬间穿越半个地球。先前做好的盆菜就冰封其中。不过现在高兴还有点为时尚早，解封后能否保持新鲜盆菜的口感，有待验证。打摩托車啊！係啊，我就係諗唔到點解要咁係咯，即係咁有用。咁點解唔整到貼貼咧？哦，咁啊。哦。浓郁的汤汁随夜色化开，升温的盆菜保持了90%口感。这下三少终于可以放心带走了。冷冻的盆菜就像这两位聚少离多的老友，只要点上火，就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第二天，三少带着米高哥实验成功的冷冻盆菜和温暖的祝福回归江湖。以后无论三少身在何方，总能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盆菜，可以喂鸡肠，可以暖胸膛。